以武道为尊。武者分为玄、地、天、王、地、圣、神7阶。镇北王府长子萧晨，本是百年不遇的爆裂王体，震动烁金。为救胞弟，丹田破碎，为废物，成为镇北王府弃子，从此一代武学奇才。宿主穿越成功，奖励穿越福利，旷古绝伦的武道神躯一尊。考古果然不能晚上，容易撞邪啊！是什么地方？废物！我再问你一遍，答不答应把清玄让给我？我可以把主院、爹娘的关爱，甚至连我的世子之位都可以让给你，但清玄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把她抢走啊！求我？好啊，你若是对我摇尾乞怜，说不定我就不跟你抢嫂子了。我求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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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那就从我的胯下像狗一样爬过去。爬。还真是个废物啊！所以说，我穿越了，还穿越到那个为了救弟弟被废丹田，把自己从王者玩到废铁的镇北王弃子身上，还为了抢妻被活活的打死了。武神躯绑定成功，代替原主成就武道巅峰。系统，武神躯很好。你要是不把退婚书跪着呈在我面前，我就打到你肯为止。我去你娘的！老子可没原主那么窝囊，你要是再敢惹我，我废了你！怎么回事？他沦为废物已经3年了，怎么突然有这么强的实力？难道他的丹田修复好了？快走！你给我等着！你敢打我，等我爹回来，我废了你的手脚！没想到这武神躯不仅修复了我的丹田，还让我脱胎换骨。这将来踏破虚空，逆天成神，那岂不是易如反掌？这可比原主那名震荒北的爆裂王体可强太多了。刺客大学院选拔弟子，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居然有人踏入了神境！这是千年难遇的神躯圣体现世啊！哎呀，徒儿啊，你的建议……哎呀，1000年了，我荒北竟然出了神阶之躯啊！凌天，你这是怎么了？还不是大哥劝他跟清源退婚，早日成全我。可是他不但不答应我，还把我打伤了。什么？打伤你？爹，萧晨心性软弱，竟敢对你动手！况且他丹田被废，修为尽失，如何打伤你一个极品天阶强者？他肯定是用了什么邪门歪法，趁我没有防备才偷袭成功的。陈儿离家3年，性子怎会变得如此恶劣？真是欠管教！这个逆子，霸着9公主还敢伤人！来人们，把那逆子给我带来！是王爷。
娘，无论如何，我都要娶清玄为妻。王爷，辰儿和清玄虽然从小青梅竹马，但清玄贵为九公主，辰儿又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份婚约的确不该留着。放开我！王爷、王妃，大少爷带来了。逆子，今天是我们镇北王府的希望，竟然伤他！赶紧滚过来，给他道歉！他打我、辱我，还夺我妻，还让我道歉！这个逆子平日见我大气都不敢出，今日自敢顶撞我了。辰儿，凌天他是你弟弟，他不过就是想要你一个未婚妻，你让他又如何？凭什么要让？要不是为了救他这个畜生，被人废了丹田，还被你们扔到乡下3年不闻不问。你今天是怎么了？难道你是在怪我们不成？孽畜，反了你了！给我打到他向凌天道歉为止！向我道歉！向向！孽子，你还敢忤逆我？忤逆你又如何？在武神区面前，萧正美会算得什么？萧晨，竟然敢忤逆爹！今日我就替爹好好教训教训你！就凭你！怎么回事？我武道神区的力量怎么突然消失了？友情提示：武道神区将在1个时辰后激活，系统下线中。系统，你玩我呢？我差一点就向萧振北发起自杀式挑战了。萧晨，你果然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才伤我。废物！要不是爹养我，你早就死在这个乱世了。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居然还敢忤逆爹！要不是为了救你这个白眼狼，我还是那个超然众生的爆裂王体，怎么会被你们遗弃，被你羞辱啊！你闭嘴！我可是极品天劫，需要你一个废物救？天劫，在王体面前，屁都不是！逆子，竟敢羞辱弟弟，你要手足相残吗？萧晨，你不是荒北武道的旷世奇才，我倒要看看，把你踩进烂泥，你如何翻身！手足相残，萧振北，你瞎了吗？他何曾把我当成手足啊！萧晨，你身为哥哥，救弟弟难道不应该吗？我知道这些年爹娘是亏欠了你许多，只要你跟清玄退婚，成全凌天，你想要什么，爹娘定会补偿你。明明知道我爱清玄这么多年，我日日夜夜都想跟他在一起，你竟然逼我退婚来成全他！退不退由不得你，来人！他写下退婚文书。大哥，你就把这退婚文书签了吧。你只要签了这退婚文书，我就跟爹求情，让你少跪几日。求情？不需要。你，萧晨，清玄早晚会是我的，镇北王世子之位将来也是我的。一式2份，签字。王爷，钻石实物。断亲书。来，雪儿，过来。雪儿，过来。公主，那萧晨如今已成废人，您贵为大夏王朝尊贵的九公主，当真还要嫁他吗？萧晨，九公主，镇北王世子萧晨要跟王府断亲了。什么？他也太自不量力了。见过九公主，圣上今日观得镇北王府方向，有道吞龙之事的真气涌出，令九公主前去王府探查。吞龙之事，难道我朝要出100年难遇的强者了？快备车，去镇北王府。这
跟王府断亲是好日子过够了吗？娘，我就不信这个废物他敢断亲！既然你们弃我如猪狗，今日我就跟镇北王府断绝血脉亲情。镇北王，签字吧。义子，竟敢写断亲书，今天我就要打你个无义不孝！有悖人伦，忘恩负义！你生我养我，我受你3巴掌。义子，你还敢还手？生恩已还，你凭什么还打我？你，好！王爷三思啊！王爷，成全你。好，从今往后，我与镇北王府彻底断亲，生死各不相干。辰儿，你什么时候才能让为娘省心呢？你若执意如此，那娘也不管你了。自从3年前我王体被废之后，我的父亲、母亲、弟弟，何时管过我的死活？孽子，你敢踏出王府半步，此生就无再回头的机会。放心吧，镇北王，我萧晨要逐鹿荒北，你镇北王府留不住我。好，既然你执意要断绝关系，我就将你在族谱除名。好，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我萧晨将来是如何从破败中崛起，把你们镇北王府踩在脚底下。萧晨，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清玄，你怎么来了？父皇观得天象，说镇北王府方向有5道强者出现，所以特命我前来查看。5道强者？难道圣上说的是我儿凌天？爹，整个镇北王府还有谁比儿子的武道修为更高啊？不愧是我儿，镇北王府就指望你在荒北崛起了。还有谁藐视我萧家？那是当然，不像某些吃白饭的废物，对王府毫无用处。萧晨，你当真要与镇北王府断亲？是，又如何？你若是与镇北王府断亲，那我们的婚约就只能作废了。你不是早就设计萧凌天，逼我和你退婚吗？萧晨，我知道你心中对我有怨，但是那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怨不得别人。明明是我救下你，与你青梅竹马定下婚约，你却背叛了你。3年前，我为了救这个畜生，不惜自毁丹田，他却背刺我，我还当真是命不好啊！就算如此，你也不该如此愚蠢。你一个废人，离开王府，只有死。你如此冲动，果真不配做我的夫君。好，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是你叶清玄不配做我萧晨的妻子。萧晨，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之前明明很喜欢我。萧晨，你竟敢羞辱清玄！来人，给我狠狠的打！萧晨，你这样的废物，连一些皮鞋都不配，只有他才配做我叶清玄的夫君。打！王爷，学院考会已经开始了，赵执事和诸位长士已经抵达王府。诸位长士，今日我察觉有道破天吞龙之势的真气涌动，不知是哪家弟子啊？老夫已派出众多弟子寻找，皆无果。此等武神之资，日后定是我圣皇学院的弟子。若能得到那位武神之子者，
我荒北武者定将以他马首是瞻。赵执事有失远迎。哼，镇北王客气了。今日考核按照规矩，无论身份地位，皆可以参与，并且被学院择优录取。我镇北王府子嗣愿参与考核。哟，这不是有着暴虐王体的萧世子萧晨吗？你怎么看着像一条狗啊？你忘了，他如今单从父子，已是个废人了。逆子，赶紧退下！赵执事和诸位长士在此，别在这丢人现眼。武大学院考核，等武神区激活，再加入学院，进修一段时间，我必能实力大涨。到时候，我必定会在荒北扬名立万。小凌天、叶清轩，我会让你们知道，必定是你们仰望的存在。镇北王府，该不会黔驴技穷，又派这个废物滥竽充数跟我们挑战吧？你们休要胡说！圣皇学院乃武大学院之首，考核制度严苛，每3年只招1个名额。今日一定要考入圣皇，为我们镇北王府扬眉吐气。爹，你放心，我定让圣皇学院亲自求我入院，绝对不会像刚才那个废物一样丢我们镇北王府的脸。好，义父等着你，振兴我镇北王府。清玄，待我成为圣皇学院弟子，就向圣上提亲。好。赵执事，各位长士，请随我一同前往比武场。镇北王请。师傅，再收不到弟子，咱们学院就要被武殿除名了。您可一定要争气啊！你这丫头，是师傅不愿意收吗？咱这穷学院也得有人愿意加入。哎，快走！哎，你真是那位镇北王世子，曾经震古烁今的暴烈王体萧晨？真惨呐！关你什么事儿？哎，你这人别不知好歹！这是什么？这是我剑修学院治疗外伤友旗下的固元丹。你没有修为，还受了这么重的伤，再不治疗的话……剑修学院？哎，你这人也不说声谢谢！什么东西啊？我已召唤出了上古神器魂仪，稍后便停放在王府的练武场上。武魂仪，没想到今日在王府竟然能亲眼目睹这上古神器。爹，武魂仪为何物？武魂仪乃上古神人淬炼而成，体内内力任何东西都无法将它敲响，是检测武者修为的神器。敲响次数越多者，说明修为越高。何人擅自敲响武魂仪？1、2、3、4、5， 5声。魂仪响了5声。何止5声？这已经是第8声了。听着钟声连绵不断，似有突破圣皇老长士当年10声的神迹啊！15、18，足足有18声啊！这是神阶强者才能达到的修为啊！王府竟有如此大能，难道是今日那破天吞龙之势的神阶强者所为？王府有此等高人，我从来没听说呀！定是有神阶强者从此经过。快，派人寻找这位大能，若得此人，定可以带我荒北武道独霸玄黄大陆。是。没错，这武魂仪
果然是有人用内力所敲响，18声，足足有18声啊！当年我武殿殿主也只有堪堪16声，此人乃武神强者呀！赵执事，未寻到那位强者大能。弟子寻遍王府，并未找到。弟子也未找到。看来此位大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是我等品阶低下者能够一窥真言的。这位神阶人物出现在镇北王府附近，定是偶然。此等神阶人物，我荒北可遇不可求啊！各学院弟子继续寻找此人。时辰不早了，考核现在开始。你们听说了吗？那个镇北王府的萧凌天放出话来，居然要圣荒学院亲自邀请他进学院，当真是狂妄啊！人家拥有顶级的武道天资啊，当然可以。哼，不像那个废物萧晨。还有一刻钟，我武神躯就觉醒了，极品天阶爆裂王体在我面前将不值一提。你这个废物，你来干什么？萧晨，你不会也是想参加考核吧？谁让你来的？赶紧滚回去！难道你要丢我镇北王府的脸吗？这个废物也想来参加考核？你们镇北王府当真是没人了吗？丢人现眼呐！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爆裂王体的绝世天骄啊！哼，我听说他的未婚妻都要弃他而去了。萧晨，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若想认错，就去祠堂跪上3天3夜。萧镇北，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谈何认错？你本次考核共分为3轮，成绩优异者可被各学院直接录取。这第1轮考核就是敲响这武魂仪，响声次数高者胜。考核现在开始。这口大钟就是武魂仪。我先来，在下张忠。一提就响了。张忠敲响1声，玄阶武者。这武魂仪是不是坏了？武魂仪乃荒北武殿圣物，岂能容你来质疑？我来。3声，武魂仪居然响了3声！九公主不愧是荒北第1美女，这资质绝对的顶级地阶。没错，可以成为1代天骄了，将来必能一飞冲天。叶清玄钟响3声，考核通过，顶级地阶天资。萧晨，你现在看到你我之间的差距了吧？哼，我与你退婚了，那是为了你好。像我这样的人，可不是你能高攀得起啊！才3声罢了。废物，你懂什么？你以为谁都是像刚才那位神阶大能一样，能敲响18声？我来。我刚才那场响18声，我还真没数。6声，萧凌天6声，顶级天阶啊！天阶，还是顶级天阶。虽然不如之前那位神秘的神阶大能，但在我们这些小辈之中，也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的强者。镇北王，你可真是沉得住气呀！你王府有如此的绝代天骄，何愁镇北王府不兴啊？赵执事说笑了，我儿虽敲响了6声，可那位
与神阶大能相比，差的是天上和地下。哎，若那人能加入我镇北王府，那我镇北王府何愁不成为荒北第一大世家呀？我玄黄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允你圣子之位。圣子之位？哼，这个荒北已经几十年没出过拥有顶级天阶资质的天骄了，他圣子之位不足为奇呀！我镇坤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我雄霸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考核还没结束，怎么就有3家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了呢？哎呀，小友啊，如果加入剑修学院，我把学院的一切都送给你呀！剑修学院？什么破学院？狗都不加入，还好意思邀请我？哎你，我你敢！师傅，我来。南王世子，镇北王和南安王年少时就斗得水火不容，可南安王有幸加入圣荒学院，镇北王便被南安王压了一头。这2家的世子也是相互攀比，如今这镇北王府的世子成了废物，这南安王世子和镇北王府的2少，不知谁的修为更高一筹啊！镇北王，我爹让我跟你带句话：你当年输他一筹，现在你的儿子也必定会输他的儿子一筹。你别得意，我可是极品天阶，我就不信你的品阶会超过我。看好了。快点出来！8圣，极品王阶啊！没想到继镇北王世子之后，荒北居然还能出现王阶强者。极品王阶，这个江流怎么会这么强？我可是从小被我爹藏在圣荒学院养着，修为早已超过圣荒学院其他弟子。萧震，你拿什么跟我爹斗？爹，他交下了8圣，那我别急，还有2轮比试。若是这个江流后2轮比试也成绩优秀，那我镇北王府今年又要遭人耻笑了。才8圣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废物！你不服啊？你不是来参加考核的吗？那你倒是上啊！萧凌天，你明知萧晨是个废物，你还让他去参加测试，你这不是摆明了让他丢我们整个荒北的脸吗？谁让萧晨自不量力，非要参加考核？一个丹田破损的废物，在这哗众取宠吗？就是，他怎么能跟镇北王府的天骄比啊？你就这么想看我出丑吗？我的好弟弟，萧晨，谁是你的好弟弟？你已经被我们镇北王府赶出了家门，已经是一条丧家犬了。萧晨，赶紧给我滚回来！今天是你弟弟进入圣皇学院的好日子，别在这跟你弟弟添堵。萧晨，我知道你心中有怨气，但今天是凌天潜龙飞天的大日子，轮不到你在这胡闹。你要再不滚回来，就别怪我打断你的腿。你们可曾听说过凤凰涅槃，枯木逢春？刚刚意外一场，都能让武魂仪发出18圣，现在我神躯马上觉醒了，定能超越18圣。怎么会一声不响？难道糟了？我身躯还未激活，丹田内刚刚积攒的内力被刚才那掌耗尽了。我以为他这么大的动静会发生奇迹，
没想到废物还是废物！荒北天骄爆裂王体的萧世子已经不复存在了。萧晨，你现在就是个废物，认命吧！萧晨，我就知道你只会丢我们镇北王府的脸。幸好啊，你已经跟我们王府断亲了，不再是我们镇北王府的人了。逆子，丢人现眼的！萧晨，你既然这么丢脸，爹绝对不会再允许你留在王府了。萧晨，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现实啊？你与凌天就是天壤之别，赶紧滚回来，别误了凌天的威名。叶清玄，你真够恶毒的，竟然想要我的命！萧晨就是个废物，他怎么可能避开我那一剑？不对，他并没有刻意的躲避，肯定是巧合，算他运气好。哼！我都说了，你没有修为，还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能敲响武魂仪？他说的没错，这具身体失血太多，再不调息，别说参加考核，恐怕性命都难保。第2轮考核是御剑，谁能以气御剑，人剑合一，数量越多，排名越高。御剑，我先来。清玄，加油，一定能御起5把以上的长剑。6把，不错。真是好本事啊！6把，清玄，你竟然驱动了6把剑。虽然我与叶清玄退了婚，可是这2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不避讳，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继续，3把，5把。1把，清玄，看我的，我定让某些不自量力的人无地自容。在下萧凌天，请赐教。萧家麒麟子就是非同凡响啊！哇，真是敲响6声武魂仪，御8把剑，北荒少有啊！8把而已，有什么可炫耀的？12把，足足12把呀！12把，目前排名第1啊！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又是第1？敲响8声武魂仪，御12把剑。若是第3轮比武他再赢，那圣皇学院的名额……镇北王，想不到20年过去了，你镇北王府还是无人可用。还有谁要比试吗？有。刚刚服了治伤的丹药，现在气血充足，相信武神区一定能觉醒。废！你撅动我们王府的脸，丢的还不够吗？赶紧滚回来，免得让人觉得我们王府连个垃圾都能参加考核。一个废物参加考核，他侮辱谁呢？就是安田破坏的废物，也配跟我们相争？就是。
他才是那个武神强者。这废物，这不可能的！又来这多宝啊！内力还是不够。你镇北王府曾经引以为傲的爆裂王体，就这？下来吧，连一把剑都御不起来，还好意思上台考核？对呀，赶紧下去吧！下去吧，快点！就是，下来。3年前镇北王府无人参加考核，3年后难道让这个废物来吗？还闹笑话呀？啊！可惜了，他曾经可是爆裂王体，在整个荒北震古烁今。如今，哎，飞野，我倒觉得他挺有意思。逆子，赶紧给我跪下来！也罢，再有1刻钟，武神区就会觉醒了。到时候我所受的屈辱，必当尽数奉还。小陈0把，考核未通过。小陈，你就放弃挣扎吧。自从3年前你的丹田破裂，你的荣光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哼，难看你的脏手！这就生气了？啊？那我要是告诉你，我跟清玄早就暗度陈仓了，你会怎么样？啊？虽然叶清玄是原主的未婚妻，不是我的，可是这话听起来，怎么还是让我恨得牙根痒痒？萧晨，最后一场比试是最重要的，你就不要再继续自取其辱了。第3轮考核，手类比武，任何人都可以向其他人发起挑战，也是本轮考核的重头。即便是前2轮失利的武者，也可以在本轮重获机会。赵执事，既然此次圣荒学院只招收1名弟子，我提议就不要浪费时间，让这些臭鱼烂虾参加考核了。这叫什么话呀？这怎么敢啊？对呀，怎么敢呢？江氏子是何意？我手累，让他们挨个向我挑战，然后我一一将他们击败，这样获胜者自然就见分晓了。有道理，你们有何异议吗？既然没有反对，那就让江世子来守擂，其他人向他发起挑战，打赢江世子者可直接通过考核。不服的，尽管上来！我张忠前来讨教。这张忠可是大将军之子，地阶强者，竟然一招就被他废去了修为。承让，一时没守住力道，下手重了，一不小心废了他的修为。还有谁不服？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强？镇北王，你们镇北王府派谁上来挑战？是你？还是你？亦或者是你这个废物？江流，你别太得意了。萧凌天，你这个踩着兄长成为镇北王府麒麟儿的卑鄙小人，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较劲？谁不知道当初萧晨是为了救你才丹田受损的？江流，你给我住口！萧凌天，我这是在帮你啊！萧晨一日不死，这世子之位就一日轮不到你。不如我把他杀了，这样也算是替你们王府扫清垃圾啊！江世子，你南安王府的家风。好，既然如此，那便拳脚见真章。我来。凌天，加油！江流，
你辱我镇北王府，简直猖狂至极！今日我就让你付出代价！我狂自有我狂的资本。既然你想让我生不如死，打赢了我再说。极品王阶，实力当真可怕。如此能耐，荒北除了江流，我还只是在萧晨身上见到过。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个废物。镇北王，不是说这萧凌天是继萧家爆裂王体萧晨之后又一天赋卓绝的旷世奇才吗？就这！江流，你别欺人太甚了！这萧晨是垃圾，这萧凌天比萧晨还垃圾。不服啊！我再给你们镇北王府一次机会，你萧镇北亲自上台挑战我。爹，让我来。凌天，你伤得太重，再伤我会来修为的。萧镇北，你们萧家今日要再无人上台挑战我，我就让我爹上奏圣上，撤了你镇北王府的封号。镇北王府这次人丢大了。谁让当年镇北王仗着萧晨是爆裂王体，就处处挤兑碾压南安王，如今也该轮到他被羞辱了。说到底，镇北王府荣也萧晨，辱也萧晨，这萧晨还真是个祸害啊！没错，就是个祸害。3年前，我丹田未毁，整个荒北都对镇北王府顶礼膜拜，爹娘也视我为家族的荣耀。可是为了萧凌天，我修为尽失，就被王府当成垃圾丢到乡下3年，受尽了冷眼和嘲笑。从此以后，整个荒北人人仰望将是我南安王府，你们镇北王府就跟着萧晨这个废物在阴沟里面发烂发臭吧！时辰已到，武神区激活了。逆子，你又想做什么？萧晨，回来！你现在毫无修为，你是想去找死吗？我萧晨今日要为自己证明，夺回我失去的一切。废物，就凭你也配大言不惭？一招制敌，难道他真是今日那道真气的主人？可他明明丹田破损，他是个废人呐！萧晨怎么可能打败江流？我还有大帝之词，大帝之词！师傅，快看，这萧家的弃子打败第1名江流了。我果然没有看错，这小子定是今日那破天吞龙之势的强者，只是他的品阶我却看不透，深不可测呀。这股气势，荒北千百年来绝无仅有，看来荒北武殿要称霸玄黄大陆了。废物，刚才是我轻敌，才让你钻了空子。这就是武神区的力量吗？可是我刚才明明只用了1%的力道。废物！今天我不废了你的手脚，沦为街边的野狗，我就不姓江。那你想姓什么？你要想随我姓，我可不乐意。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你丹田未损失，是万众瞩目的爆裂王体，是镇北王府的世子。可你一旦陨落，就贬到乡下自生自灭，
连你的未婚妻也被你亲弟弟抢走了，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江世子，镇北王府的事，还轮不到你南安王世子评判。他说的倒也没错，可该死的不是我，而是你们！你，萧晨，他们固然该死，但你这个苟延残喘的废物更该死！放心，等我杀了你，就踏平镇北王府，让整个镇北王府给你陪葬！好啊，那就看你的本事了。萧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镇北王府的废物，竟敢伤我儿！爹！刘儿，你怎么样了？爹！庶子，敢伤我儿，我要你的命！南王江淮，生活学院第9代弟子的大师兄，地位比现在的张齐天还要高。如今南安王府的势力大过镇北王府，他的武道修为更是在我之上，江淮不是我能招惹的。萧晨，你这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打伤了江世子，南王的怒火就你一人承担，镇北王府绝不姑息。南王，萧晨已与我镇北王府断亲，今日他所属个人争抢斗狠所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虽然我不是原来的萧晨，跟镇北王府也没有感情，可原主残存的意识还是被伤到了。镇北王府到底有多绝情？哪有你这样的爹？萧晨打败江流，你就承认他是你儿子？南安王一发难，你就立刻撇清关系，你枉为人父你！我镇北王府的事，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萧晨已经签了断亲书，他本就不是我镇北王府的人。既然如此，庶子，今天我就送你上路，给我儿子出口恶气。萧晨这小子吓傻了吧？肯定啊，江流只是一时大意失手，南安王可是身经百战，光气势就碾压那个废物。张长师，南安王是你们圣荒学院弟子，你不打算出面制止吗？这按辈分，南安王是我师叔，在下实难插手。萧晨今日得罪了师叔，恐怕小命难保了。打败了南安王？不可能！萧晨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打败南安王？难道他的丹田破碎是骗我的？我到底错过了什么？难道萧晨一直在藏拙？不，我的选择不可能出错。林天一定是那位吞龙之士的强者，只是修为还没有突破而已。赵执事，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宣布本次考核的名次了？没错，我宣布，获得第1名的是等一下。拜见赵执事。师傅，老长师，你闭关多年，没想到今日为了学院考试出关了。老夫只是来凑个热闹。我看今天这第1名当是南安王世子江流。哼！哎，你江流？可今日考核，众多武士都是奔着我圣荒学院而来，而我圣荒学院院规中有一条，绝不收品行卑劣之人。这萧晨忤逆不孝，早就被族谱除名了。被除名了？没错，赵执事，
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已经被武殿从族谱除名了，所以小臣并不具备加入圣荒学院的资格。可惜了，得了第一能怎么样？还是进不了圣荒学院。规矩是没错，可是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了呀？圣荒学院可是荒北武殿最高修武学府，你这是想与圣荒学院为敌？师傅，这老长氏明摆着就是偏袒自己的弟子南安王，他们要是不收萧晨，咱们剑修学院上。哎呀，那也得人家愿意呀！你看现在各学院的长士都在争先恐后的抢着萧晨，我们能抢得过吗？哪能动？萧晨，你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废物就是废物，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啊！谁说我？不过萧晨是有几分实力，只要他肯居第二，我圣荒学院就破格录取。萧晨被圣荒学院录取了，太好了！这可是光耀我镇北王府的大喜事啊！老长氏，你这是一点机会不给留啊！没错，第一被圣荒录取了，第二也被录取，那岂不是我们这些学院只能招收这些资质一般的弟子了？嘿嘿，谁让荒北武殿圣荒学院一家独大呢？哎，师傅，你圣荒学院一家独大又能如何？考核本就该公平公正，萧晨得了第一，凭什么让他屈居第二？没错，就是对呀，对吧？争第一，凭什么？我圣荒学院的决定就是道理。老长氏，你如此说，那哪个学院还敢收萧晨呢？萧晨若不屈居第二，那他不是没有学院可去了吗？赵执事，宣布名次吧，顺便公布我圣荒学院录取江流和萧晨。张长师，那我呢？萧家已有一子进入圣荒，你3年后再试。凭什么？萧晨，都是你坏我的好事，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是哥哥就该让着弟弟，不如把圣荒学院的名额让给凌天。没错，萧晨，你能赢只是巧合，和凌天不一样，他有大计，以后定能登上荒北武殿之巅。圣荒学院不要脸，镇北王府更不要脸。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加入圣荒学院了？萧晨，此话可不是儿戏啊！你当真不要加入圣荒学院吗？当真？什么狗屁圣荒学院，老子不稀罕！我有武神区加以10日，我说圣荒学院，恐怕在整个荒北都是无敌的存在。萧晨小二，胆敢如此藐视圣荒学院！我不愿意加入就是藐视啊！哼，你说是就是吧。无耻小儿，实在是猖狂！我圣荒学院岂是你能羞辱的？你若是不加入圣荒学院，你问问在座的长士，哪家会收你？师傅，快说话呀！你快说收了萧晨啊！哎呀，我们剑修学院灵石已毁，就算招到弟子不被取缔，也无法提高他的修为了。萧晨将来必定是武道大徒，咱不能毁人前程啊！啊，这个逆子，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萧晨得罪了圣皇上士，镇北王府会不会被牵连取消考核的资格？不妨，这逆子已经被我从家谱除名，算不得我镇北王府的人。两位长士，既然这个逆子不知好歹，我举荐我儿明天加入圣皇。都说萧晨是废物，赢得比赛只是巧合，可你这镇北王，一会儿是认儿子，一会儿是断绝关系，变脸可是实打实的呀！我只是顾忌这血脉亲情，给他留一层颜面而已。诸位，今日就凭我镇北王府做一个见证，萧晨从今日开始，他是死是活，与我镇北王府毫无瓜葛。这人们怎么这样？
这道真气是神躯大能。我荒北学院考核竟然出了此等人物，只是这道真气还不够成熟，我定要收他为徒。畜生！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跪地磕头道歉，老夫就准你加入圣荒学院。小陈，此等天大的荣耀，还不跪下谢恩？你们戏还真多啊！我早就说过，我不会加入什么狗屁圣皇学院。小陈，你别不识好歹！荒北谁人不知，你爆裂王铁已不复存在。今日你能赢，只不过是侥幸。你还能真以为自己能重返巅峰吗？习武之人，丹田破裂，神仙难救。你纵然使用内力，也是气海蛮力。若没有我圣荒学院的丹药和天材地宝，你注定沦为废物。哼！你们想偏袒自己的弟子江流和江淮，我不阻拦。可你们凭什么侮辱贬低我呀？你既然如此，圣荒学院追加的名额便给镇北王府的萧凌天。爹，我要加入圣荒学院了。就知道我镇北王府就只能指望我儿萧凌天。萧晨，你这条无家可归的野狗，还不赶紧滚出这里！没错，滚出去！我提议将这个大逆不道的畜子赶出考核现场，赶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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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一个个贱骨草吗？这明明是圣荒学院偏袒自家弟子，凭什么让萧晨走？好，既然如此，我萧晨早晚要你还有你们，哼，匍匐在我的脚下！哼！此子日后必将登天踏云，无人能及呀！天，就让这个废物这么走了？随他吧，是死是活，都是他的命。可是他差点毁了儿子加入圣荒学院的考核。凌天，算了，既然你已经加入圣荒学院，那与他便是天壤之别，又何必与他计较这些小事呢？好，那就听戚传的。两位长士，店主命我考核之时，寻找天赋异禀的强者进入武殿，由店主亲自来教导，将来继承店主之位。可我看江流假以时日，定能入得了店主的眼。多谢师祖栽培，多谢师祖栽培。今天那位惊天泣地、似有武神之姿的强者更为合适，就是不知此人现在何处？萧晨丹田已废，难道那位真不是他？我的徒儿在何处？店主来了！小小学院考核，居然店主大人亲自赶来了。武殿店主，据说武殿店主神龙见首不见尾，荒北极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今日我得有幸啊！是咱就有幸啊！谢过店主。赵执事，吩咐你找的人可找到了？回店主，还未找到。没找到？世间就有此等绝色女子。店主今日也是来收徒的。店主之人深不可测，若是能成为他的徒弟，定能超越圣皇学院所有人，而且必定是新任的店主啊！可本店主感知，刚刚那人就在此地。店主，你说那位有武神之姿的大能，刚刚就在考核现场。可是，除了剑修学院的酋长氏和他的徒弟之外，离开的只有萧晨了。不可能！赵执事，你莫要忘了，萧家那个妻子是个丢了丹田的废物。可，既然他丹田已废，又是如何打败南安王还有江世子呢？师父。徒弟方才同萧晨动手的时候，没有感到一丝内力。徒弟认为他是凭借蛮力，让我父子一时大意。没错，一个没有丹田的废物，就算获得天大的机遇，此生
也无缘武道巅峰。丹田已废，今年考核何人第一？是回店主，是老夫的徒弟的儿子，南安王世子江明。哦，他分明被一股更强的力道所伤，是如何能得第一？回店主，大伤江世子的是萧晨，可老掌事说他不符合圣荒学院的招收资格，所以取消了他排名第一，降为第二名。你竟敢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店主息怒，那萧晨已被镇北王府族谱除名，确实不符合圣荒学院招收资格。恕不庆怪，能者以实力自居，岂是区区方寸族谱能比之？除去你圣荒学院掌事一职，罚你去思过崖面壁5年，没有本店主允许，不许下山。老夫从内。你们父子竟敢弄虚作假，隐瞒实情，取消考核资格，江淮从圣荒学院除名。什么？那不是说我一辈子都不能加入圣荒学院，进武殿效力了？这可是上古神器武魂仪，千百年来经过数以万计的强者试炼，如今竟被震碎了。到底是何人所为？都是萧晨。荒北武殿接令，务必找到这位武道奇才。是。一时冲动，什么都没带就出来了，我该去哪儿好呢？王爷，听说陈儿打败了南安王。娘，那个废物一定是偷学了什么妖术，才在考核现场大出风头。他一个废了丹田的废物，就算打败了南安王，也进入不了圣荒学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萧晨的确打败了南安王，却惹恼了武殿殿主，责罚了圣荒学院掌事。不知道此事会不会对凌天进圣荒学院有影响？陈儿呢？怎么不见他回来呀？娘，你忘了吗？那个废物已经跟我们王府断亲了，他回来干什么？他真的走了？那个畜生居然真敢走！离开王府，就连1个月都活不下去，就等着他回来求我。王爷，王爷，王妃，大少爷他什么东西都没拿就走了，现在外面可不太平啊，他会不会？他不是有能耐吗？让他去闯！碰了壁就知道王府对他的好了。可是他身无分文呢，怕是会吃苦头的呀。身无分文啊！陈儿每个月不是有利钱吗？利钱？大少爷他没有利钱。没有利钱？凌天每个月有200两利钱，加上修炼资源，起码也有上千两。陈儿怎么会没有利钱呢？没错，萧晨身为王府世子，王府怎么会缺了他的利钱？是王爷说，大少爷不能修炼，吃住都在府上，不需要用钱，所以王爷从来没有安排过大少爷的利钱的。爹，我这个月的利钱。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纨绔？你不能修炼，吃住都是王府，要银子何用？你以为王府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呀？啊！哼！爹，我已经3个月没领利钱了，我只是想添件棉衣。大少爷，你丹田刚废，身子骨虚，赶快回房休息吧。待会儿小人找些粗炭给你暖暖。萧振北，这可是你亲儿子，你竟然如此苛待了他3年。是我忽略了，可他自己为什么不说？难道他没张嘴吗？哎，娘，您就别怪爹了。萧晨这个废物，惯会装模作样，他呀
肯定就是装可怜，想让你们觉得愧对于他。王爷，在大少爷心中，对王爷那是敬若神明啊。就算王爷取消了他的俸钱，他也只是认为王爷有王爷的想法，从来没有再提过此事啊。而且什么？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而且自从大少爷上个月回来之后，连自己的别院都没有，一直都是住在下人房，他可从来没有抱怨过呀。晨儿为什么会住在下人房？没想到萧晨这3年居然过得如此艰难。胡说！就算王府旁系子嗣，在王府都有一处别院，云天在王府更是有3座别院。萧晨是正北王府嫡长子，怎么会住下人房？王爷息怒，小少爷给小的说是王爷吩咐的，让大少爷住在下人房的呀。林天，真的是你做的？娘，他就是一个废物，他哪配得上住入王府别院？住口！他是你哥哥，血浓于水的亲人，你怎么敢如此对他？娘，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废物来吼我！萧林天，晨儿不但是你的亲哥哥，他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当年他替你挡了一掌，你的命早就没了。萧晨，凭什么？从小到大你都是爹娘的骄傲，如今你成了废物，娘还护着你。萧振北，我告诉你，你必须把晨儿给我找回来，不然的话，我跟你们父子俩没完！云天，不要为了萧晨的事分心，明日你就去圣荒学院报道，争取在10年开启一次的剑种，寻到斩龙剑，定会帮你提升修为。没错，斩龙剑是武殿殿主的象征，多年前被封印在剑中，若是得到斩龙剑，未来成为武殿殿主也未必不可。哎，萧世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是你啊，不去哪儿？啊，我知道，你跟镇北王府断亲了。不过呢，这样也好，像他们这种有眼无珠的人，根本不配做你的亲人。你有事儿？我师父邀请你加入剑修学院。剑修学院？你这就是你说的100年前威震天下、拥有3000剑仙的巨头剑修学院？你放开，我不去，我要离开剑修学院。你看现在我们学院破呀，可只要去剑冢取回斩龙剑，店主一定会帮我们重振剑修学院的。斩龙剑啊，斩龙剑是武殿历届殿主的身份象征，只可惜在人魔大战被封印在了剑冢里。有传闻，谁能让斩龙剑认主，就可以号令武殿，并且让简殿主俯首称臣。对，店主上任之后啊，一直未得斩龙剑，遭到荒为武道之意。你只要取回斩龙剑，简店主肯定芳心大悦呀。有点意思。拜祖师爷入宴。哎呀，走吧。可恶的萧晨，3年前曾明明派人毁了他的丹田，可他今日怎么会击败我们？这件事情是有蹊跷。依我所知，萧振北嫌弃萧晨是个废物，早就跟他决裂，把他赶出王府。爹的意思是，萧晨的丹田确实被毁了，可店主说萧晨有武神之姿啊，这……玄黄大陆武道强者甚至，也不缺乏修炼妖术者。萧晨撑得了一时，撑不了一世。他虽赢了你我，可离开的却如此决断，想必是担心事情败露。可是爹，萧晨让你我在荒北严明禁师，咱们就这么算了？今日的奇耻大辱，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爹，
咱接下来怎么做？1个月后，剑主开启，你拿到斩龙剑，店主定会对你另眼相看，成为下任店主，未尝不可。走，上！哎呦，哈哈哈哈哈！徒儿啊，你现在已经体会到了剑意，以后就是剑修了。师傅，你说真的？这就是剑意啊！徒儿啊，这剑修学院方圆百里的野物，是不是都被你吃光了啊？哎，这剑修学院这么穷，我要是再不补充点营养，怎么能恢复王体？恢复王体？武神区太招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只能谎称自己要恢复王体。你之前是百年不遇的爆裂王体，但是你的丹田被毁是事实啊！可现在你的丹田不仅完好，而且还充盈饱满，这就是武神区的恐怖之处。以我目前的实力来看，那些所谓的荒北天骄屁都不是，可能是涅槃重生吧。我丹田被废后，在镇北王府简直连猪狗都不如。好在天道垂怜，许我再铸巅峰的机会。哎呀，真是孽缘呐，孽缘呐！可我怎么觉得萧晨这小子的修为不止王体这么简单？别伤心，有大师姐在，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这1个月来，多亏他们的照顾，我的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而原主的亲生爹娘却对我置若罔闻，心情不过如此。剑种开启了，剑种终于开了！快，陈儿、灵儿，快去剑种！剑种马上就要开启了，师兄们，我们一定要找到斩龙剑。小师妹放心，我们一定拿到斩龙剑，送给你当入学礼。只有斩龙剑这样的绝世神兵，才配得上小师妹这荒北第一美女的身份。清玄，清玄，你在这颗学院可还习惯？有师兄照顾，你不必担心。清玄，我今日定会让斩龙剑任我为主，向圣上证明，我比萧晨那个废物更适合做你的夫君。好。这斩龙剑乃上古神兵，是武殿殿主的象征。除了上一任殿主，还从没认过其他主。就凭你们，还想让他认主？没错，10年前荒北除魔大战，老殿主伤了元气，将斩龙剑封印在剑冢中，镇压魔族。那么多天之骄子，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得到斩龙剑？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是如何让斩龙剑认我为主的。就凭你这个手下败将，江流，是不是镇北王府失去萧晨那个小废物，全靠你吹牛皮撑场面？要是再让我碰见萧晨那个小畜生，我定要他碎尸万段！是谁在狗叫啊？萧晨，萧晨，你怎么和剑修学院的宣师姐在一起？你耳朵是不是不好使？她是我剑修学院弟子，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萧晨，你当真加入剑修学院了？哼，一个快倒闭的学院，也就萧晨这种废物才会加入。垃圾学院收的垃圾弟子，萧晨加入这种剑修学院，不正合适吗？哼，荒北5大家族之首，张家少主张永志，叶清玄曾经的舔狗。萧晨，张兄，等拿到了斩龙剑，再为他动手也不迟。剑种开启了，师兄，我们快进去。李天，走。清玄，我们分头去找斩龙剑。好，走。张兄，你都危机重重，而且还有可能碰到魔障，不如让他们替咱扫清障碍。走。师姐，这是不是斩龙剑？不是。那
这把呢？不好！我居然能遇这么多柄剑！小师弟，小师弟，你不是一把剑都遇不了吗？怎么会？哦，刚才明明是师姐遇的这些剑，我只是帮了一下忙而已。是吗？萧晨他就是一个废物，他怎么可能遇得了剑？萧凌天，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你这只白眼狼？你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野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等我让斩龙剑认了主，我一定让你的这个小师姐给我做洗脚婢！萧凌天，你别找死！怎么？你能怎么样？啊？我看你很在乎你这个小师姐。你说我要是让你给我暖暖床，会怎么样啊？啊？萧凌天，你在干什么？秋雪，我是跟他说笑，你别在意啊。你最好是在说笑。萧晨，你这个废物，都是因为你，我杀了你！秋雪，秋雪，义士们，你没事吧？快服用这个止血丹。你，清玄可是大夏王朝九公主，怎么会服用你们镇魂学院的低级丹药？小师弟，我说过的，以后你不许挡在我面前，我罩着你。好。以前，萧晨也是这样担心我受伤，每次有危险都会挡在我的前面。可是现在，清玄，我今儿出来匆忙，忘了带伤药了。我没事，死不了。快去找斩龙剑！清玄，凌天，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斩龙剑。得到。上次学院失恋，圣皇学院得罪武殿殿主，这回我们一定要找到斩龙剑，以正我们学院的威名啊！小师弟，咱们走吧。师姐，师姐，怎么一转眼我师姐不见了？萧晨，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九公主，何出此言？九公主，萧晨，你以前都是唤我玄儿的。你也说了，那是以前，没什么事，九公主就请自便吧，在下就不奉了。萧晨，你是不是还在怪我？萧晨，你个废物还敢来这儿，想死在这儿吗？张有志，这3年你给叶清玄当舔，处处针对羞辱，可你舔来舔去，叶清玄对你还是爱答不理。废物，你找死呀！萧晨，小心！区一个蝼蚁，分明趁着我爆裂王体被废，打我辱我欺我，今日我就全部还给你！你丹田已废，爆裂王体早就成为过去，你为何还有如此强劲的内力？一掌就废了你这荒北5大家族之首张家的顶级天阶王者。萧晨废了张有志的顶级天阶修为，那他和萧凌天……不可能！你丹田已经废了，怎么会？哼，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萧晨，你的丹田恢复了，所以当时考核
你用的也不是妖术，而是你的实力回到了3年前那个令镇北人人羡慕的爆裂王体萧世子。九公主，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萧世子不是在你授意萧凌天逼他退婚的时候，就已经被活活打死了吗？我没有，萧晨，我只是以为……你只是以为我不再是那个爆裂王体，配不上你这个大夏国的九公主，就迫不及待的跟我撇清关系，但又怕世人说你薄情广义，就怂恿萧凌天逼我退婚，真是好算计。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你的爆裂王体会恢复，要不然我也不会。九公主，张兄死了。九公主是何人伤了张家少主？他死了。萧晨竟然一招就让一个顶级天阶暴毙，他的实力比3年前更加恐怖。10个萧凌天也不敌1个萧晨，我都做了什么？九公主，张有志是荒北5大家族之首张家少主，他的死非同一般，可否告知是何人杀了他？是萧晨。萧晨？怎么可能？就算他修炼了妖术，也不可能一掌杀死了张有志。萧晨，既然你对我不屑一顾，那我就毁了你，让你成为荒北公敌。萧晨杀了张有志。张家有武将高手坐镇，荒北世家谁敢招惹？这张家少主遇害，定然会掀起轩然大波。萧晨，就算你有几分实力，又能怎样？你一个镇北王府的弃子，得罪了5大家族之首的张家，就等于变成一条四处逃命的野狗啊！萧晨，我等着你被张家逼得走投无路时，跪在我面前忏悔。叶师妹，我知道你跟镇北王府的渊源，张家少主被杀，张家定会为难镇北王府。师兄放心，我虽和镇北王府有婚约，但我也是大夏王朝的九公主，断不会为了儿女私情而让张家的怒火烧到我的身上。这样最好。这个萧晨，就算跟镇北王府断亲了，还是给镇北王府带来了祸端，真是个灾星。萧晨竟然杀了张有志，这个废物他怎么不去死啊？张家盘踞了数百年，是5大家族中最有实力的老牌家族，萧晨竟然敢杀张家少主！萧凌天遇事总抱怨别人，这一点的确比不上萧晨果敢冷静。凌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斩龙剑，只要找到斩龙剑，张家定不会把镇北王府如何。没错，我这就去找斩龙剑。走。萧凌天，等你把斩龙剑献给我后，我会成为荒北5殿最尊贵的殿主，镇北王府的死活与我何干？剑气！难道是萧凌天找到斩龙剑了？剑气，一定是斩龙剑问世了。斩龙剑，今天必须是我的。师兄，剑气在那边。小师弟，这就是斩龙剑。师姐，我这就给你取回来。住手！废物，把你的脏手给我拿下来！小凌天，你还真是跟以前一样，只要是我的东西你就跟我抢，衣服、院子，还有修炼物资，甚至是女人。萧晨，你就是一个废物，你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不配把你的脏手放在斩龙剑上。斩龙剑是我先找到的，那就是我的。住手！
们先发现斩龙剑，我小师弟凭什么不能拔？小师弟拔，有师姐在，我看谁敢阻拦。难怪萧晨现在对我这个态度，肯定是因为这个女人挑唆的。萧晨，把斩龙剑给我，我就可以原谅你。清玄，你在说什么？叶清玄，我为什么要得到你的原谅啊？因为你之前冷落过我，我跟你又是青梅竹马，还有婚约，就算婚约解除了，你也不该对我如此冷漠。九公主，你脸皮怎么会这么厚呢？当初你们逼我小师弟退了婚，现在又让我小师弟继续热脸贴冷屁股。师姐，话糙理不糙。我不管，我是九公主，萧晨就应该像狗一样的围着我。萧晨，我命令你把斩龙剑给我，否则，若是张家怪罪下来，就别怪我不念及旧情。萧晨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清玄凭什么还要留在他身边？叶清玄啊，自从我丹田被废，你就对我避之不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旧情了。绝不能让萧晨这个废物这样得到斩龙剑！杀了他！杀了他！没错，今天谁杀了萧晨，谁就能拿到斩龙剑。你们这些卑鄙小人，有我在，谁敢动我小师弟？叶清玄，萧晨，把剑给我！休想！清玄，他体内的真气竟然如此浑厚，难道他真的是那位神境强者？清玄，你没事吧？我没事，快，斩龙剑！放心，我定把斩龙剑抢回来。敢伤我小师弟！师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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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对，我这有固元丹。师姐，快！什么？难道这就是数百种极寒之地仙草淬炼而成的极品疗伤圣药固元丹？固元丹不仅可以修复外伤，还可以调理内伤，让人快速恢复修为。但这一颗就价值千金呢！固元丹，萧晨，你怎么会有固元丹？这颗固元丹是来剑修学院后大师姐说送给我的见面礼，没想到这么珍贵，她竟然给了我2颗。小师弟，师姐就2颗固元丹，这是留给你保命的。没人能取我萧晨性命，现在你比我更需要他。来，住手！萧晨，你以前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先给我，现在我也受了伤，你凭什么把这么珍贵的药材给他？我还没有打算跟你算你伤我师姐这笔账，你还打起固元丹的主意了，你也配？师姐吃。你，萧晨，我真的生气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也没有打算原谅你伤我师姐。萧晨，你找死！清玄可是大夏王朝9公主，你敢伤她？从今往后，伤我者死，伤我剑修学院者死！师姐，镇北王府的2个小畜生最好斗得你死我活，这样斩龙剑就是我的了。
不能让江柔抢走斩龙剑！快去把斩龙剑夺回来！快去！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夺回斩龙剑！我刚刚靠近斩龙剑，明明被他吸附的无法脱身。江流等人靠近斩龙剑，为何会被剑气逼退？你群废物！难道只有萧晨能靠近斩龙剑？那岂不是……师姐，我带你回学院。我没事，只有拿到斩龙剑，才能让所有欺负过你的人都可以再轻视你。好，只要师姐喜欢，我愿意去取。废物！既提我们在，你休想夺得斩龙剑！是吗？非要拔呢？住手！谁敢觊觎本尊的斩龙剑？拜见店主。你不但能靠近斩龙剑，竟然还能将它拔出！该死的萧晨！拜见店主，我等想要寻斩龙剑献给店主，可萧晨小儿竟然想私吞。萧晨，店主，萧晨就是一个丹田被废的废物，若不是我等身上的真气镇住了剑主里的魔气，他根本不可能趁虚而入，夺得斩龙剑。颠倒黑白，明明是我们先找到斩龙剑的，是你们想要害死我们抢走斩龙剑的。斩龙剑是把有灵性的生物，就算被他拔出，也未必会认他为主。你把斩龙剑交出来！是，可惜我不喜欢他的口气。凭什么？想要剑，自己来拿啊！你，师姐，师姐，我把斩龙剑拔出来了，送给你。送给我？萧晨，我不允许！萧晨，你是不是还在怪我跟你退婚的事情？其实我是有苦衷的，我原谅你那么多次，你原谅我一次还不行吗？叶清玄，你哪来的脸啊？以前是我萧晨喜欢你，才会凡事都向你认错，可现在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原谅你？萧晨，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人了？萧晨，我不允许！清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起开！父皇子女众多，若不是我跟曾经旷古烁今的天骄萧晨有婚约，他根本不会多看我一眼。如今萧晨不但丹田恢复了，还得到了斩龙剑，我必须让他回到我身边。萧晨，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斩龙剑给我，我就可以跟你和好如初。叶清玄，自从你知道我的丹田被废之后，你就转而跟这个萧凌天勾搭在一起的时候，你可是想过给过我机会？够了！斩龙剑是武殿圣物，不是你们小情人打情骂俏的筹码。我再说一遍，把剑给我！萧晨，你得罪了检验长，就算拿到斩龙剑，一样会死。我要是不拿呢？那我就杀了你！他竟然能不费吹灰之力接住我5成的功力，那又如何？只要我把斩龙剑认出，任何人都拿不走他。斩龙剑竟然认你为主了！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斩龙剑怎么可能认这废物为主了？萧凌天，看来让你失望了。这斩龙剑已经认我萧晨为主了。师姐，还能走吗？服用了固元丹，师姐还能坚持。
只对我温柔的萧晨，如今却对别的女人万般呵护。萧晨，萧晨，你如今虽然恢复了王体，可跟学院考核时敲响18声武魂仪的那位神级强者天差地别。敲响18声武魂仪的，不就是我吗？但斩龙剑已认你为主，我可收你为徒，你可愿意？收我为徒就算了吧，给我当个妾，倒也勉强。萧晨，萧晨，你找死！我知道你是武殿殿主，但你怕是忘了吧？斩龙剑是武殿圣物，殿主象征。现在斩龙剑已经认我为主，我可以号令武殿，让你俯首称臣。萧晨，你竟敢得罪殿主！你若是牵扯到了镇北王府，也定会重重的责罚你。你有病就去看，我现在跟镇北王府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谈何责罚？你走。萧晨，哼！剑主，剑主，有志去剑主，可取回斩龙剑。剑主，圣主他被人杀了。什么？回家主，我们把少主接回来了。有志，我的儿啊！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儿？是镇北王府萧家妻子萧晨。萧晨，少主是被人用了内力，一招废了全身修为，经脉尽断而亡。可听闻，镇北王府世子3年前就废了丹田，成为废人，怎么可能一招杀死亡妻的少主？你确定是镇北王府的妻子所为？家主，小的确认，是南安王世子亲自把少主送回来的，是他亲口说的。萧晨，定让你血债血偿！明天，此番去见众，收获如何？此去见众，不但没拿到斩龙剑，就连一把上好的神兵都没来得及取。怎么会如此？王爷，荒北张家家主率5大家族前来王府问罪了。问罪？不知张家主今日登门所为何事？镇北王，我张家哪里得罪了贵妇，让你儿子一招就打死我张家独子？张家独子？张家独子修为与凌天不相上下，凌天刚入圣皇学院月余，竟然能一招杀了张有志，看来我镇北王府注定要崛起了。今日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我荒北4大家族势必与你镇北王府不死不休。张家主，此事定有误会。我儿凌天虽修为逆天，但也不会轻易恃强凌弱。我想，定是事出有因。爹，张有志不是我杀的，不是你，是你府上世子萧晨。萧晨？不可能！那个逆子丹田已破，修为尽废，怎么会一招杀死王阶武者？镇北王，你不会是想袒护萧晨吧？虽然你是大夏异姓王，可是我荒北4大家族主导大夏各个行业，豢养成百上千武道强者，也不是吃素的。难道萧晨那个畜生也跟上次考核一样，使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明天，你可知那个孽畜现在何处？爹，萧晨加入了剑修学院，打伤了清玄，抢走了斩龙剑，得罪了武殿殿主。什么？萧晨得了斩龙剑？萧老头，师姐的伤怎么样了？服用固元丹及时，灵儿并无大碍，调养几日便好。师父，
我的伤没事儿，可咱们剑修学院恐怕是要有事儿了。你们此去没有寻到斩龙剑，也罢，看来我剑修学院的威名也从此没落了。小师弟寻到斩龙剑了，但是斩龙剑认他为主了。什么？斩龙剑流传至今，只有修为逆天的武殿殿主才能让他认主，怎么认萧晨为主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到了剑冢之后想去……哎呦，慢点，我们到了剑冢之后，事情就是这样。斩龙剑被称为神兵利器，他认萧晨为主，这绝非偶然呐！莫非是我那个血滴在了斩龙剑上，他才认我为主的？这只是其一。斩龙剑之所以称为神兵，并不是因为它只是一把利器，而是它有灵性。如果他不认可你，即便沾上你的血，也不会甘愿认主的。也就是说，是斩龙剑先认可了小师弟，所以小师弟才可以靠近斩龙剑，而其他人别说是拔剑了，就算是靠近，都会被剑气所伤。哦，怪不得我一靠近那斩龙剑，那斩龙剑就给我吸到，难以脱身啊！难道萧晨真是那位拥有武神之姿的强者？可是师傅，这斩龙剑认小师弟为主，惹怒了简店主，他会不会为难小师弟？哎呀，简店主乃是上任店主的女儿，年纪轻轻就当了店主。她的修为虽然在武道无人能比，但一直被荒北武道诟病，所以拿到斩龙剑是她的执念呢。啊，那现在斩龙剑认小师弟为主，岂不是打了他的脸？要是他发难，以小师弟的修为，就算再加上我们，也不是他的对手啊！你们不必担心，若你们因为简秋水为难，我萧晨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当什么当啊？你都已经杀了张家少主，已经很麻烦了，又惹怒了简秋水。就算你完全恢复到了爆裂王体，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多人的讨伐。啥？你杀了张家少主？哎呀，张家家主是武道宗师，修为达到地境，而其他4大家族全部都是半步宗师。你惹了他们，如果他们联起手来，恐怕……萧晨，还不快出来向张家家主以死谢罪！萧凌天，张家来得这么快，而且还联合了镇北王府。我看镇北王府他不会帮你的。我已经跟镇北王府断亲了，何须他们帮啊？放心，此事因我而起，便由我一个人解决。哎，你不能去，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现在你已经是剑修学院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出去办。哼！师傅。萧晨那逆子真得了斩龙剑，倒是我镇北王府的机缘。只要他肯低头认错，交出斩龙剑，身为父亲，我定会护他周全，跟这一剑碰上一碰。萧晨，都是因为你清玄才对我失望的。只要今天你死了，爹娘和清玄的眼里才都只有我。镇北王张家主，你们今日来我剑修学院，所为何事啊？九万天，把萧晨交出来！为了个萧晨，一个落魄的小辈，你们何故兴师动众来我这无人问津的剑修学院？九万天，别装糊涂！萧晨那个畜生杀了我儿，今日你若不把他交出来，我张家就拆了你剑修学院！哼！萧晨现在是我剑修学院的弟子，我要是不交呢？酋长室，你不肯交出萧晨，难道是你想独占斩龙剑？斩龙剑，镇北王。萧晨可是你的亲骨肉，你为了一把剑，竟然逼他出来受死！此子顽劣不成器，他要是愿意将斩龙剑交于我，我定会为他出头。哼！今日我定要手刃萧晨。九万天，别怪我不客气了。哼！敢
对裘老头动手，你找死！哎呀！裘安天此前受了内伤，10年都不曾出手，如今内力比之前更加强悍。难道是他身后那青年所为？裘老头，没事吧？我死不了。刚才有股强悍的内力注入我体内，难道是萧晨所为？废！还以为你要当缩头乌龟，不敢出来。萧晨，杀害张家少主，是错吗？我有何错？当年张有志仗着我修为被废，让我当街学狗叫，扒光我的衣服，供人取乐，骑马拖行游街。如今他技不如人，我杀他有何错？什么？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些事？自从我丹田被毁，你的心里只有你的小儿子萧凌天，何曾在乎过我？就算你修为被废，他仍然是镇北王府世子。他张家少主怎么敢羞辱大夏义兴王世子？我儿已死，你休要给他泼脏水！不能让爹知道，当年张有志羞辱萧晨是我挑唆的。废物！你杀人越货，还敢狡辩？凌天，不可！他竟然使出了10层功力，徒儿小心！废物，10层就这么点力量？凌天！这怎么可能？萧晨丹田不是废物吗？天可是天阶强者，怎么会不是他的对手？你个逆子，他可是你亲弟弟，你怎么下此狠手？萧振美，你瞎了吗？刚才是萧凌天对我痛下杀手，我不还手，难道还要站在这儿等死吗？你够了！镇北王，我今日来是要为我儿讨说法的，不是在这里看你们镇北王府家长里短的。小子，你确实有几分实力，但是今天你的命我要定了。这就是斩龙剑。我输了，今日我技不如人，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张家主可是大宗师地境强者，竟然被1招秒了。小至鼎盛期也不过是爆裂王体，何况都说他已沦为废人，怎么可能被1招秒了呢？小智，你明明已经变成废物了，为何还有这么强的实力？这到底是为什么？萧禅竟然能一剑秒地境强者，今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与他重修旧好。张家主，是你儿子，挑衅动手在先。你们若战，我便战；你们若不战，就速速下山，不要扰我剑修学院清修。今日我败在你的手里，无话可说。但杀我儿之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哼，走。拜见九公主。几位家主既然已经来了，又何必急着走？我与萧晨还有些事情，还请诸位留下做个见证。既然九公主有事吩咐，那我等便留下洗耳恭听。清玄，你怎么来了？张家的事，父皇已经知道了。他说我大夏南境和荒北2大区域向来不睦，南境早有借武道势力谋反之意，希望诸位不计前嫌，共同对抗南境。清玄，请圣上放心，我一定早日练成，助圣上平息南境叛乱。萧晨，你手上是斩龙剑。是，又如何？晨儿，只要你把斩龙剑献给爹，爹就原谅你，允许你回镇北王府，继续当你的世子，一同对抗南境。镇北王，你怕是忘了吧？我早就跟你们镇北王府断亲了，已经被你家族除名了。那都是为父一时之气，大得真。何况你是我的骨肉，从小到大吃的用的都是我镇北王府给的，你说断就断。镇北王，
我真想问问你，这萧凌天在你心里到底价值几何？你这话什么意思？为了救萧凌天，我傲然于世的爆裂王体毁于一旦，从高高在上的镇北王世子，沦落到你萧家的一条丧家之犬，还不够还你的养育之恩吗？晨儿，都是一家人，何必斤斤计较呢？刚刚他萧凌天要取我性命时，你可曾想过我是你一家人啊？镇北王的确偏心，当年萧晨是天之骄子，为救萧凌天被废，从此镇北王府便没有了他的位置。反而是萧凌天虽无世子身份，却享受着比世子还高的待遇，甚至简直就是个白眼狼啊！住口！说镇北王府的事，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萧晨，我刚才只是说我中了你的暗算，有本事我们再打一架。就凭你，在我眼里，你不过是蝼蚁罢了，也配跟我打？你，萧凌天，你真是个废物！吃了镇北王府这么多资源，还不如一个丹田被废的人。萧凌天这个废物，区区天阶还想跟萧晨斗，就连地阶都不敌萧晨的一招。小陈，你敢伤害凌天，你这一辈子都别想让我原谅你！有这实力竟然这般恐怖，让他留在镇北王府，岂不是要重现镇北王府昔日的荣光？萧晨，你婚书落我这儿了。婚书？清玄，你不是跟我说要跟萧晨退婚，要跟我在一起吗？为何婚书还没有毁掉？萧凌天，请你自重，我是萧晨的未婚妻，是你未过门的嫂嫂。凌天，不可无礼！萧凌天，谁让你是个废物，连废了丹田的萧晨都不如。叶清玄，我那么爱你，为了帮你退婚，把萧晨这个废物打成了重伤，多次构陷他。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我你是我的嫂嫂！凌天，原来真的是你打伤了萧晨，还多次的构陷他。他是你哥哥呀！我都是因为这个萧晨，他处处比我强，外人都夸他是天之骄子，你们把他当成府中的荣耀，而我呢？原来萧晨当初说的都是真的，我怎么生了你这个逆子啊？我也是你们的儿子，和府中的荣耀全部都是他的，甚至连我从小喜欢的清玄都是他的未婚妻，我不服！镇北王英明一世，却偏偏爱了只白眼狼。没错，萧晨年少成名，荣耀加身，为了救胞弟，不惜废了自己的修为，只可惜换来镇北王府无情的抛弃。清玄，萧晨，镇北王府不要你，我叶清玄要你。小师弟，叶清玄，你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要你？萧晨，你竟然说我水性杨花，拒绝我！我可是你的未婚妻。九公主，你还知道自己是萧晨的未婚妻呀？那你跟萧凌天在一起勾勾搭搭的时候，逼小师弟退婚的时候，怎么不记得？父皇已经对我失望了，如果没有萧晨的助力，父皇迟早会把我嫁出去联姻的。我一定要挽回萧晨。叶清玄，记得我在镇北王府断亲时就说过，你叶清玄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妻子。萧晨，那个时候是我年少无知，被萧凌天给蛊惑了，你就原谅我吧。你我从小青梅竹马，你说过此生只愿娶我一人为妻的。那是那个死心眼的原主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萧晨，我是真的爱你的，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叶清玄，我到底哪里不如萧晨？若论修为，
你确实不如萧晨。张长史，镇北王，我圣皇学院愿意收萧晨为弟子，你可愿意？我镇坤学院愿献出所有修炼资源，只求萧晨小友加入我镇坤学院。我雄霸学院愿封萧晨小友为大师兄，同时邀请小友加入。我愿让出长师一职，只求萧晨加入我玄黄学院。四大学院竟然都求我儿萧晨加入，萧晨，定要你死！没想到四大学院都求萧晨加入，日后想杀他，恐怕难于登天了。赵继天，你们几个真不要脸呢！当初这学院考核的时候，萧晨夺得第一，你们羞他、辱他，谁都不让他入院，现在来跟我抢徒儿来了啊！真不要脸！哼，邱老头，这也不能怪我们，谁人不知今日剑冢大开，而萧晨却让上古神兵利器斩龙剑认了主。什么？这萧晨不但得到了斩龙剑，还让斩龙剑认他为主了？没错，以他这般小小年纪，便让斩龙剑认了主，日后定有大造化。生子当如此啊！没想到晨儿丹田破损后，能量还这般逆天，可我当初竟然还嫌他是个废物。我萧晨祭拜了剑修学院的祖师爷为师，就是剑修学院的弟子，永远都不会改变。小师弟，小晨，我等诚心邀你入院，你别不识抬举。虽然你得了斩龙剑，但是以你的修为，哼，你驾驭不了它。何况斩龙剑本就是武殿之物，且然有魔气，你独吞怕是不妥。不如带到我镇坤学院，以我院乾坤正气压制。说白了，你们这次来根本就不是想请我入学院的，而是想要我手里的这把斩龙剑。斩龙剑在此，有本事来拿呀！拜见店主。萧晨，你就算有斩龙剑又如何？见店主在此，他若想要，你敢不给？你不给的话，你就是跟整个荒北武道为敌。还是那句话，有本事拿去。我看谁敢！想要夺神器，先过我这一关。还有我，没想到昔日那个令我厌弃的废物，如今竟能引起五大学院的争端。看来是我小看了萧晨。够了！南境武殿殿主裘天池已经放出话，10日之内要取走这斩龙剑。什么？裘天池？10年前人魔大战之后，他离开了荒北，前往南境，后来修炼魔功，称霸南境。他这是要回荒北复仇啊！这一天还是来了。裘天池修为已踏入圣境，他一直未对荒北武道出手，就是在等斩龙剑。看来荒北的天要变了。裘天池是谁啊？他是剑修学院的前长士，也是我兄长。10年前，兄长，因为4大学院见死不救，导致剑修学院72剑仙无一生还。我哥哥裘天池因为重伤不能治愈，一怒之下离开荒北，去了魔气重生的南境。
也就是从那时起，师傅受了内伤，10年都未痊愈。像是这些落井下石的东西干出来的事。小陈，别以为我4大学院愿意收你为弟子，就忘乎所以。如今南境对北荒，虎视眈眈，我劝你还是把斩龙剑交与店主，对抗秋天池。一把破剑而已，我本来也没想要。既然你不垂涎这神兵利器，那你倒是拿出来献给店主啊！可你们非得连哄带骗的想要，哎，我还就偏不给。哎你！好了，萧晨，我知道这斩龙剑以认你为主，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大战在即，怎样才可以把这斩龙剑借我一用？借呢，倒也不是不可以，除非你命武殿重修剑修学院，并且在剑修学院给我为奴为婢10日，我就考虑让这斩龙剑暂时听你的。你说什么？小陈，不可对店主无礼。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啊！他若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好，我答应你。店主，你为武道至尊呐，怎么能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为奴为婢呀？没错，不就是一把斩龙剑吗？只要我等找到月前那位拥有神境之姿的强者，定不会败在秋天池手上。你们说的是那个敲响18声武魂仪的那位？没错，那人定是荒北隐世高手。若他出手，秋天池也奈何不了我荒北。死了那条心吧，我是不会出手。萧晨，你是得意忘形了，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资格和神界之姿相提并论？那人就是我怎么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我的武神区修为虽然上不封顶，可是区1个月，我还没有达到逆天的能力，我才不会为了你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搭上小命。哼！我寻遍荒北一无所获，看来那位神不是你我等人能够见得上面的。我答应你的条件，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明日我便来剑修学院赴约。九公主，事已至此，我等先告退了。小陈，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可愿意加入我圣荒学院？哎呀，不加！哼！陈儿，跟爹回镇北王府，你娘想你了。萧镇北，你失忆了。我再说一遍，我已经跟你镇北王府断亲了，慢走不送。小陈，爹，你看他，住口！爹，小陈，我九公主，请回吧。看来剑修学院是该好好修缮一番了。我即刻传书给父母，让他多派一些人手和银两，我留下监工。倒水。谁能想到大夏王朝九公主会给被他抛弃的未婚夫洗脚？这荒北武殿殿主会给一个曾经被称为废物的学院弟子捏肩膀？轮回享受啊，还得是我徒儿。可是师父，师伯为人睚眦必报，10天之后他肯定不会只是去夺斩龙剑这么简单吧？哎呀，老店主失踪以后，荒北武道就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大家对店主恭敬有加，但是内心都不愿意臣服。此次求天池前来，在荒北必定掀起轩然大波。
师伯为人睚眦必报，又被魔气侵蚀，修为难以揣测。这简秋水真的能驾驭得了斩龙剑对付他呀？店主，取得斩龙剑者是大夏王朝镇北王府弃子萧晨。萧晨3年前是荒北名噪一时的武道奇才，爆裂王体，只因救下胞弟，导致丹田破裂，修为全废，继而被镇北王府嫌弃，成为弃子。邱万天那个老迂腐，竟然收了一个废物进入剑修学院，难怪荒北武道没落。只是一个废物是怎么让斩龙剑认主的？店主，10天之后，我等便要杀向荒北，届时一探便知。10年前人魔大战，本尊神魂聚散，若不是遇到怨气横生的裘天池，借他的身体休养生息，早就灰飞烟灭了。如今你已经跟他的身体合二为一了，也是时候卷土重来，横扫荒北了。没错，10日后，本尊定要让荒北武道臣服。师傅，你是说此次荒北浩劫要靠小师弟解决？我总感觉萧晨并不是王体那么简单，而是学院考核那天的神阶王者。神阶王者？我也不能确定，不过现在斩龙剑任萧晨为主，日后他的日子不会太平，我们为他自保，一定要帮助他成长。我明白，师傅。明日我就上剑灵峰采集神草，帮小师弟淬骨。师姐，你这是确定是要给我淬骨，不是要给我煲汤啊？哎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师傅说了，现在整个大夏武道都盯着斩龙剑，此次裘天池又来者不善，哎，你必须要有自保能力。武神区觉醒也有些日子了，我的身体也健壮了不少，是时候不再压制武神区的能量，来一个一鸣惊人，称霸玄黄大陆了。灵儿姑娘，已经是第10桶热水了，还要继续换水吗？继续。我小师弟没泡舒服，不许停。可是，我可是堂堂大夏9公主，你们敢让我伺候男人洗澡？你可以不伺候啊，又没人求你。我不行，这次能不能重新获得父皇的关注，就看萧晨的斩龙剑了。萧晨，我们可是青梅竹马，我又是你的未婚妻，伺候你那不是应该的吗？叶清玄，你别再跟我套近乎了，咱们已经解除婚约了。萧晨，你就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想知道？想啊，只要你说，我就一定能做到，哪怕是……哼，来，我要你滚！萧晨，萧晨，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店主说笑了，我还要去烧水，二位自便。我命人给你添置了些厚衣服，等下换上。简店主，能否帮我个忙？只要你肯把斩龙剑借我一刃，别说一个忙，多少个忙我都愿意。斩龙剑，这有何难？
什么忙？但说无妨。帮我搓个背。你，好。本店主可是荒北神殿至高无上的店主，小陈，你竟敢让本店主搓背！这个世界，公主洗脚，武殿店主搓澡，真不错。萧晨，等本店主打败裘天池，称霸荒北南境的道士，就是你的死期。萧振北，既然你已经见到了陈儿，为什么不劝他回王府？难道你真的不想认这个儿子了吗？是那个逆子自己不肯回来，我有什么办法？娘，那个废物早就跟王府断亲了，而且也将他从族谱除名了，你为何非要让他回来呀？陈儿离开王府，都是你们两个人给逼的。凌天，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陈儿丹田被废，你脱不了任何干系。你说什么？娘，你胡说什么呢？胡说！哼，好啊，竟然到现在还不肯承认，把人带上来。二少爷，救命！二少爷，你娘，这个小厮3年前偷了我的玉佩，已经被我发卖出去了。您这是发卖，还是你有意将人打发出去？夫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王爷，若有一字隐瞒，你知道我分筋错骨手的厉害。夫人饶命啊！小的定儿把知道的全都说出来。3年前，世子爷丹田被废那晚，小的看到二少爷。二少爷，小的已经把软金伞放到世子的餐食中，看着他吃下了。哼，你做得很好。我已经放出话去，萧晨之所以能有今日的修为，皆是因为王府中有能提升修为的神丹。爹娘今日不在府中，南安王世子江流一直妒忌萧晨，他一定会来偷神丹的。明白，小的这就将世子给引过来。萧晨，我今日一定要废你！自私之妇，这镇北王府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你说的可是实情？王爷，小的说的句句都属实。这是当年二少爷亲手所写，让小的去酒楼查圣，宣扬镇北王府有提升修为的神丹的说辞。你这个狗奴才，你竟然敢污蔑我！凌天，你竟敢杀人灭口！娘，你宁愿相信一个狗奴才说的话，都不愿相信你亲儿子说的话吗？当初你说陈儿为了你丹田被废，把气撒在你身上，还无故殴打你。为了你，我亲自把陈儿送到墙下，让他自生自灭。难道这一切都是你骗我们的吗？爹，我没有。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要摧毁证据？爹，我没有。爹，王爷，王爷，萧振北聪明一时，糊涂一时，我愧对陈儿啊！萧晨，3年前我就该杀了你。师傅，小师弟能突破王体，踏入地境吗？师傅，小师弟能突破王体，踏入地境吗？还未可知，皆看天命啊！
即便他踏入地境，也不是裘天池的对手。据我所知，裘天池已踏入神境。什么神境？神境是武道最高境界，那裘天池岂不是要决胜天下，成为武道巅峰了？哎呀，徒儿！他体内内力混杂，看来突破失败了。快抬到床上歇歇，快！师傅，你们先回去歇着吧，我留下来陪着小师弟。萧晨没有突破，也就是说与南境一战，萧晨未必会在众多武者中脱颖而出。明日便是南境抢夺斩龙剑的日子，我即刻通知荒北武道，明日与南境决一死战。好，咱们走吧。小师弟，你可千万别有事。昨夜的药浴洗精法髓啊！我这个身体是极其舒坦。小师姐，她昨晚一直在陪着我。裘万天，10年未见，别来无恙啊！裘天池，他来了。万天，看到哥哥，怎么也没点表示？你不是我兄长裘天池，你到底是谁？本尊当然不是裘天池这个废物，本尊是魔族之主魔尊。你竟然夺舍了他的肉身，剑来！我要为我兄长报仇！裘长师，你不是他的对手，快回来！没想到魔尊这畜生，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内力如此强悍，深不可测啊！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不就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手段罢了？萧凌天，人人都说你是镇北王府继萧晨之后又一个武绝奇才，可在我眼里，你狗屁不是！你什么意思？裘天池虽然修的是魔果，他的修为已经踏入神境，无人能敌。神境，那岂不是武道巅峰，神的存在？这就是你荒北剑修学院剑仙的实力，弱，太弱了！裘长师，裘长师，10年前人魔大战，我们剑修学院毁于一旦，就是我老头子苟延残喘。今天我老头子要豁出这条命，为我的72剑仙报仇雪恨。看来今日荒北注定血流成河。就算撇进荒北武道，也要将这个仇人诛杀。再如此下去，人族早晚会被魔族统治。没错，10年前人魔大战，为了剑修学院72剑仙和我打下1500武者，没想到10年后，我们再被魔族侵犯。就算豁出我这条老命，别让这个魔头有来无回。就这本尊一臂之力，还有我南安王靖怀。荒北五大家族也不是孬种，战魔族上！一群蝼蚁也想撼动本尊！这畜生实力实在太强了，众长士接力，不见阵！
鬼不鬼的畜生！荒北不是你撒野的地方！萧晨，剑道大义！没想到这两个小兔崽子竟然能领悟剑道大义！成了！我的两个徒儿竟然领悟了72剑心的剑道大义，我剑修学院终于再次崛起了！剑道大义，剑道大义，是剑修者毕生追求的剑道大义。没想到萧晨丹田被废，竟然还能修出剑道大义，这简直是妖孽！为什么他都已经成了一个废物，还这么的强？这不公平！这不公平！林天，你这是要干什么？萧师弟！萧林天，你疯了吧你！晨儿那一脚，竟然废了林天极品天阶的修为，修为废了。就算萧晨昨晚突破失败了，但萧凌天的天阶在他的王体面前还是不堪一击。我的修为废了，我的极品天阶修为废了。为什么？其实萧晨和是我萧凌天。林天，萧晨，为我布阵。姐姐，斩龙剑！抢我手中的斩龙剑，先问问我答不答应？萧晨，你不是裘天池的对手，别去送死！没错，仅凭你一人还不够魔尊弹指一挥间，让小爷我来助你。神境只是魔尊的顶点，不是我的。剑来！这是武神！我就知道我徒儿不是简单的王体，他是武神境。难道那天敲响18声武魂仪的人是萧晨？小师弟杀了魔尊！小师弟杀了魔尊！萧晨竟然一剑把魔尊打烟消云散了！我儿萧晨岂止是大帝之资啊！我是武神境，因为武道的巅峰境界只有武神境。小师弟，你太棒了！原本他的荣耀是要跟我一起分享的，可现在做我的徒弟的确委屈了他。镇北，我们的晨儿一直是我们的骄傲，只是我们……对，晨儿一直是我们镇北王府的骄傲。荒北武殿殿主令，谨遵殿主令。今日起，我简秋水退位让贤，从今以后，萧晨便是新一任的武殿殿主。我这么容易就成了荒北武殿的殿主了？不是整个大夏王朝的武殿殿主。哈哈，徒儿，师父没有看错你啊！萧晨，我们……哎，叶清雪，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你已经不可能了。萧晨，是我错了，错的离谱。哎呀，可惜了。邱老头，萧晨此等人物留在你剑修学院，着实是委屈了。程启天，
现在应该称呼为店主。对，拜见店主，拜见店主，拜见店主。客气客气，免礼免礼。一不小心就成就武道巅峰了。晨儿，是爹对不住你，你可愿跟爹再回王府？萧振北，你当日断亲，我萧晨对天起誓，我这辈子再也不回镇北王府，我不会食言。镇北王世子萧晨，我答应过要带你逐鹿荒北，成就武道巅峰，我做到了，你也该无憾了。晨儿，你可愿再叫我一声娘？以前都是娘偏心，忽略了你，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萧夫人，往事林林总总，在我离开镇北王府那一刻，都化为过眼云烟。你我的母子情分也就此断了。不，晨儿，你是娘的亲骨肉，怎么会说断就断？晨儿，你原谅娘好不好？其实吧，我跟你们说，我不是你们的儿子萧晨。你说什么？婉柔，之前是我们亏待了晨儿，他不肯原谅我们，我能理解。走吧。晨儿，镇北王府永远是你的家，娘等你回来。你现在已继任武殿殿主，明天开始你去武殿接任，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处理。不是，我都已经成为武殿殿主了，我还要工作吗？哎，徒儿啊，你现在已经是殿主了，你可得关照我们剑修学院啊。对，咱们这个大堂啊，好好的修缮一下。哦，对了，还有这院子里边多种几棵古桐树，那才气派呢。行了，你就别再跟我们炫耀了，你呀，钱到饱了。我就说呀，咱们武大学院长室里就属这裘老头最诡计多端。对，当日学院考核，他早就看出店主有武神之姿了。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啊！我就看这小子不是池中物啊，没想到这个丹田被废之人还成为武殿殿主了。萧晨，我也一直好奇，你当年修为被废，众人皆知，而且丹田已经被毁，除非天道眷顾，否则再无修复的可能。可你不但丹田恢复，还在短短月余从一个废物变成武神。可能我就是那个天道眷顾之人。哦，从来没有什么天道眷顾，有的只是站在深夜里的人的不甘和坚持。就像萧晨，他一定还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追求他的武道巅峰梦想。我才不要这么做呀！